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涵，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 Q 秀》。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陈其文陈老师。其文老师呢今天要带来的呢是，其实真的是我很喜欢吃哦，这个红豆的这个制品啊，就是一个是红豆松糕，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草莓大福啊，是现在很夯的一个像麻糬一样的这个甜点哦。我们现在来欢迎呢其文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齐文，大家好。草莓大福有点像日本的，但是又有点像那种台湾的麻糬，对。但是呢，这个东西要如何做到会让你觉得一般你可能拿去冰的时候，你会觉得硬硬的，对，在吃的时候觉得口感会不太好。那今天我们要教观众朋友如何做出放了之后呢，放一阵子，不要说整个拿去冷冻，放一阵子当中，你感觉还是很有 Q 度。哦，真的哦，而且还不会老化。那我们其实这个 pepper 在于这个等一下加热过程当中一些小诀窍。好，我们糯米粉先把它下去，砂糖，做法非常非常的简单哦。哎呀，会做的都嘛说很简单。好，水下去哦。这时候呢，打拉拉，把它搅拌一下。你搅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带一点，它还是这个糊状的，不能是这个团状的不然我们等一下做出来的时候这个草莓大福会太硬。好，只要确定没有粉气，没有粉，哇，你看旁边把它刮开完全都没有粉，这样就可以了。好，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草莓大福的皮拿去蒸笼里面，就是在滚水的状态中咯。是。那大概要蒸多久呢？大概用中火蒸的时间呢，大概在8分钟到10分钟之间。因为大家在每个家庭当中，它一个火的一个蒸笼大小还有火力大小不太一样。我们一般来讲做这个麻糬的做这个草莓大福的时候，其实外面不是都会很容易去粘黏吗？没错。其实我们外面都会放一层粉。那个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用玉米粉。对，那玉米粉的时候呢，你刚开始在用的时候，其实如果直接是生粉的时候，其实都会有生粉的味道。所以这边一定要去把它做一个炒过的动作，把这个味道去把它散去，然后再来去做放凉之后再来去做这个操作。那等一下你做我们草莓大福的时候，你把它去碾的就不会碾到你的手的部分。那我们把它炒完之后呢？它会蛮松散的，变得很松啊，就水汽比较少了。水汽比较少然后我们把它放冷，然后放冷的时候等它凉的时候，那个热气都是散去了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时候我们要先来做我们的一个内馅的部分了。好，我们大概把它分一个大概在25公克。那我们可以在蒸皮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一个草莓大福的内馅先把它做起来。好，那我们这个把它分成大概8粒或者10粒没问题，你就一个人，你比较喜欢大一点就可以分大一点，或者你觉得今天喜欢樱桃小嘴，我只要1口就好了，那其实我们可以分小一点然后我们就把它大概微压平，然后我们就把草莓给塞进去对啊，老师，你的那个沙馅里面都没有加粉类吗？没有，它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对啊，我就觉得说，观众朋友从镜头上可以看到这个沙馅都不会裂开这就是最厉害的所在啊。好，那我们大概把它整。老师，比例上呢，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尤其是麦芽糖的部分？大概麦芽糖大概是一般来讲会占你煮出来的那一个，比如说你煮出来整个红豆馅，红豆馅，假设是1斤的话，就是600公克的话呢，大概它会占它的1/10。就是600公克的沙馅，大概放60克的麦芽糖。对。好 ，Pepper 问出来了观众朋友要做好笔记因为这个比例很重要。麦芽糖它加进去，它就会让它有一点 Q 度嘛，对不对？然后会有比较延展性，比较不会容易说你今天做一做之后就裂开。然后放冷的时候过滤我们的玉米粉的部分我们先把它过滤一下等下就可以再使用了。记得拿出来之后要上下先搅拌一下，上面一定有熟的嘛但是在里面的部分，这中间的部分还是生的，生面糊。对，我们把它搅拌一下。
那我们再进去8分钟，那等下我们就可以操作这个皮了。好，我们在蒸第2次之后，我们把它取出来哈，然后取出来之后哈，要称热哈，那要看有没有熟哈，就是它有一些透明的部分，然后不能看起来是这个白白的哈啊，而且是糊糊的，完全不行哈啊，像安尼我做 Q A 哦，好，这时候我们趁热出来哈，大概稍微去把它捣一下啊，你说捣能干嘛哈？捣哈能让它能够混合的均匀，好。然后，但是捣的过程当中记得因为它很会粘黏一定要在擀面棍上面沾一点点的沙拉油的部分哇，这个我最喜欢看了。其实，在日本很多温泉旅馆啊，他们前面都会有这个捣麻糬的这个表演哦。愈蒸愈 Q 对吧？对，没错。要再一点油吗？不用，还是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再沾一点油我们就准备把它取出来等一下我们在桌上整形。好，这时候我们要用之前来，我们先在桌上抹少许的油。好。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冷之后呢，我们大概就比较没有那么黏的比较容易可以去整形的部分然后记得要拿一些我们刚才一开始做好的这个熟的一个玉米粉的部分好，那记得上下我们把它撒一些玉米粉然后再我们来切割，皮大概一个45公克左右好，那我们切割完之后熟呢，上下沾一点玉米粉，然后先把它做一个基本的整形有点像我们在中式的这个擀的一个手法的部分就像滚圆这样子。对对，你看，光滑了。从刚才这不光滑到这边变成很光滑好，好，我们沾一点粉然后把它压平，上下呢稍微再擀一下要记得就是旁边尽可能让它稍微有一点点薄的部分因为等一下我们收口要收到最底下。好，那这时候我们把草莓大幅包进去好，那我们先把它放来这边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做一个切面的部分。然后最后，如果你本身很喜欢吃一点糖的部分其实上面还可以再撒一点点的糖粉，你感觉那种下雪的感觉。对，像富士山了。这次老师呢，晶晶带来的这个草莓大福非常流行，非常夯国外的观众朋友真的想吃草莓大福的时候呢，不用特别飞到日本去了，这家就可以自己做了。好，我们做这个红豆馅的部分，就红豆你把它泡软。然后可能一定要泡满，让它这个水分能够吸足，然后放在电锅里面，让它去一个蒸的部分。不是用煮的，用蒸的。不能用麦芽糖，还有砂糖，
下去，然后慢慢的让它收，慢慢让它收，慢慢让它收。就要一边炒咯。对对对，哇，那个非常的费工，大概要1-2个小时跑不了。比例上呢，麦芽糖的部分，麦芽糖大概是一般来讲会占你煮出来的那一个，比如说你煮出来整个红豆馅，红豆馅，假设是1斤的话，就是600公克的话呢，大概它会占它的1/10。哦，就是600公克的沙馅，大概放60克的麦芽糖。对。